分开，一直想要甲你见面，拢讲你真无闲。今仔日线约远伫咱初约会的线顶，即阵点点毋讲话，到底你在想啥货？其实阮看过，你甲厝边查某囡仔在洗目尾，看伊的眼神笑眯眯，原知你即时想要讲啥物。因为早早以前，你对阮嘛是安尼，你一直在看窗外的雨水，毋看阮用心装水水。你想要讲分开，阁毋愿开嘴。你敢知阮的心亲像窗外的雨水，冷吱吱。